大家好，我係傻強。如果你而家再重睇《尋秦記》，你一定會發現一樣好得意嘅嘢，就係呢套劇明明好搞笑，好多位都係玩爛 gag、講笑話，甚至有啲位幾近無厘頭，但同一時間佢又可以好認真去講選擇代價權力同命運兒。觀眾當年係完全接受呢兩樣嘢同時存在，甚至覺得理所當然。但問題就嚟啦，如果你諗翻轉頭，而家嘅劇集，你會發現佢哋好少再咁樣做，搞笑就一路搞笑，嚴肅就一路嚴肅，好似一混合就會出事，好似觀眾會唔知點反應，平台會唔知點分類，投資方會唔知點計風險。所以我想問一個問題，唔係點解《尋秦記》做得到，而係點解而家做唔到？要答呢條問題，就一定要由創作心態開始講，而唔係由技術或者演員開始講。《尋秦記》出現嗰個年代，創作人最大嘅自由係佢哋唔需要即刻交代自己想做乜一套劇，可以一邊試一邊調整。觀眾係跟住個故事一齊走，而唔係一開始就要被告知呢套係喜劇定正劇。呢種模糊期，實正係創作空間。而搞笑同嚴肅之所以可以共存，係因為角色係完整嘅人，唔係功能項。少龍可以喺一刻口戰，下一刻又要面對生死抉擇，因為人本身就係會喺荒謬同現實之間來回跳動，而《尋秦記》係容許呢種跳動存在。但而家嘅創作環境已經唔再容許角色咁自由，因為角色一出場就要被清楚標籤，你係搞笑擔當定係悲情主角，你係正確價值定係反派工具。一旦混合，觀眾就會覺得唔一致，平台就會覺得唔易推。呢個轉變唔係觀眾突然變挑剔，而係平台機制令創作人必須提前決定定位。當所有內容都要被分類，當分類決定曝光，你自然唔會再冒險去玩灰色地帶。再推深一層，就一定要講演算法。而家嘅演算法最怕一樣嘢，就係情緒不穩定，唔係觀眾情緒，而係內容情緒。因為演算法要嘅係可預測性，搞笑就要一路搞笑，悲情就要一路悲情，咁樣先容易推送俾同一類人。但《尋秦記》最大嘅魅力正係不可預測，你永遠唔知下一幕係笑位定係沉重選擇，而呢種不可預測喺演算法眼中就係風險，因為一旦觀眾反應唔一致，數據就會變得難睇。於是創作人開始自我審查，唔係因為審查制度，而係因為數據壓力。搞笑就唔好講太多道理，講道理就唔好再插笑話，久而久之內容自然變得單一。你會發現而家好多劇其實唔係唔好睇，而係好安全，每一幕你都大概估到情緒走向，因為佢哋唔敢偏離以驗證有效嘅模式。而《尋秦記》正相反，佢係喺一個高容錯年代誕生。當年觀眾容許創作人玩容許，失手容許某啲位未必完美，但而家一旦情緒處理唔到位，就會被放大討論，甚至直接被判失敗。呢種環境之下，搞笑同嚴肅自然唔敢共存。所以與其話而家嘅劇唔敢，不如話而家嘅制度唔容許。而《尋秦記》之所以顯得特別，係因為佢嚟自一個制度未完全用數據主導創作嘅年代。講到最後，其實我哋懷念嘅唔係笑話本身，亦都唔係嚴肅本身，而係一種創作信任。信任觀眾可以理解複雜情緒，信任角色可以同時荒謬又真誠。而當呢種信任消失之後，內容自然會變得平面，因為所有嘢都要即刻被理解，即刻被消化。所以如果你問我點解《尋秦記》可以而家唔敢，其實答案唔係創作人退步，而係整個系統已經唔再獎勵呢種混合風險。而呢個先係最值得反思嘅地方。到最後，我想留低一條問題：如果有一日創作再次需要同時承載笑聲同重量，到時會係作品重新變勇敢，定係觀眾重新學識接受不舒服？如果要將條片拉到真正30分鐘級，其實我哋一定要再拆一層，就係投資邏輯點樣被演算法徹底改寫。以前投資一套劇係投一個完整故事，投一班演員，投一段時間，
而家投資更似係投一個模型，投一個可以被快速驗證嘅模式當回報，被要求越嚟越即時，所有需要時間累積嘅元素，自然會被視為不必要風險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搞笑同嚴肅共存就會變成一個計唔到數嘅選項，因為你無法預測觀眾會喺邊一個情緒位離場，無法預測平台會將內容推俾邊一類人，於是最安全嘅做法就係只保留一種情緒，一路行到底。但問題係，故事本身並唔係咁，運作人亦都唔係咁，運作人會喺同一日之內又笑又煩，又怕又衝動，而尋秦記正正就係將呢種人性狀態原封不動放入劇入面，佢唔需要解釋點解一個人可以前一刻講笑，下一刻認真，因為觀眾本身就理解。小於井號0，八井號大於而家嘅內容，卻被要求不斷解釋、不斷標示、不斷澄清，每一種情緒都要被清楚分類，避免誤解，避免爭議。但當所有嘢都被過度說明，故事自然會失去彈性。再拉闊少少睇，其實搞笑同嚴肅唔敢共存，仲同社交媒體環境有關。而家嘅討論往往被切割成單一句子、單一畫面、一個情緒反應。如果一段搞笑內容被單獨抽走而冇前後文，好容易就會被誤解同讓一段嚴肅內容如果冇情緒緩衝，亦都會被放大成過度沉重。於是創作人開始預設最壞情況，去創作唔係假設觀眾會完整睇，而係假設內容隨時會被剪走、被斷章取義、被重新解讀。呢種恐懼會直接扼殺情緒混合。尋秦記出現嘅年代並冇呢種即時放大嘅環境，觀眾大多數係由頭追到尾，就算有爭議都會喺完整理解後先討論，而唔係先定性。呢個差異對創作自由影響極大。所以當我哋話而家嘅劇唔敢，其實並唔係創作人膽細，而係佢哋清楚知道一旦處理唔好，混合情緒後果會被無限放大，而且係不可逆。如果再返到角色層面，你會發現而家好多角色被寫得好單一，唔係因為編劇冇能力，而係因為單一角色比較容易被理解、被剪輯、被傳播。一個角色如果同時搞笑又嚴肅，好容易喺片段化傳播中被曲解。而尋秦記嘅角色之所以成立，正正因為佢哋係喺完整敘事入面被理解，觀眾係跟住佢哋一路經歷，選擇一路累積情感，而唔係靠一兩個名場面去定義。講到呢度，其實已經可以好清楚見到差別唔係技術，唔係演員，唔係劇本，而係整個內容生態由容許複雜變成懲罰複雜。而當複雜被視為問題創作，自然會退回最安全嘅形態，搞笑就純搞笑，嚴肅就純嚴肅，因為咁樣最易被分類，最易被推薦，最易被理解。所以我成日覺得，我哋懷念尋秦記，其實唔係懷念笑位或者名場面，而係懷念一個可以容許創作犯錯，容許觀眾慢慢理解嘅環境。如果有一日創作環境再次容許內容唔需要即刻被定性，唔需要即刻被總結，咁搞笑同嚴肅自然會再次出現，因為嗰先係貼近人性嘅狀態。而喺嗰一日之前，尋秦記只會繼續成為一個對照，一個提醒，提醒我哋曾經有一種創作方式係相信觀眾，相信時間，相信故事本身有力量。